你毋免去买迄本漫画啦。我意思毋是讲你去买当然欢迎你买，因为中文版。我意思是讲你去 Google 一下就当看了，或者是用 YouTube 去我用迄个关键字我所相信的未来你查一下就看到即本，人你讲即本书的代志若真正发生是足恐怖的代志啊，希望无发生啦因为今年大家拢知影，今年地震特别多我听一个朋友因讲因华人人，当你严重的时候，规暗竟然规暗拢咧摇啦，摇袂停的，直摇规暝的啦我毋知你们看嘛，我华人是真诶。其实毋是干那台湾尔，连我伫 New Jersey 前几个月地震2遍，有一遍因为我伫咧厝咧上班嘛，我就看外口，机关仔感觉外口咧摇，感觉咧摇的感觉安尼，真正就是地震。而且伫咧即美东即只美东即只，即毋是迄个太平洋，迄环太平洋，迄是迄定咧地震，迄足正常的嘛。加州啦智利啦日本啦、台湾、菲律宾，即足正常的代志。美东遮呢，其实头一遍地震的时阵讲100年以来，头一遍地震啊遮严重，讲是迄咱伫台湾经过即种是小可代志尔，小可摇安尼。美国人因足欢喜毋捌拄着I survived the earthquake， 其实敢若一两集尔但是毋是敢若迄遍尔2遍，所以敢若顶几个月就拄着2遍所以这是足异常的，这毋是正常代志所以我才希望你去看一下1637年10月26，有一只载糖的容克船登去希腊，载有160个人，也有2只渔船登去希腊。10月28，有2只容克船对希腊来到台湾遮，再有360台白砂糖、500桶的姜糖，再有230个人，搁有2只弯坎船，地道看这种什么船，捌听过弯坎船载食物来，就像西瓜。有一只细只容克船登去希腊，无载有价值的物件。10月29。恢复进行日兰遮城堡的工程，因为差不多所有运输石好和砖仔的舢板拢去用派去用去出征华府人因要去拍华府人人地高上述的工程停落来到用村内的这个舢板船来运来有够用的这个砖仔，才搁恢复工作。有一只渔船载咸鱼出航前往烈士，再有8、9个人。10月30。有2只容克船对烈士来到遮来到台湾遮，载来3落实的米和半落实的盐。落实就是单位啦，从来毋捌介绍过，所以我毋知落实的偌济。10月31无重要的事，安尼10个读煞。过来11个。11个找伊就是一篇落长的咱来看发生啥物代志。进前几啊篇落长，但是拢记笑尔，无啥物意思咱来看今仔日这落长是因为伊写几啊工写做伙伊甲进前的发生的代志拢写做同一篇，咱来看但是其中一工10月29特别多应该嘛是有发生啥物代志，咱看下。1637年11月1日找伊阮的长官 Vanderbilt 阁下为着要
处罚迄寡可恶诶迄个华武人吼，华武人吼，伫咧顶个月25号，率领伊国下诶海军舰队出航，今仔日凯旋转来吼。因伫咧所以11号已经拍线转来吼，迄5工前吼去拍5工就转来吼。因伫咧1400个阮福尔摩沙居民诶协助之下，甲一阵诚实采取防守阵势，勇敢来对抗阮800个上述的华武人诶勇士，甲赶走。就是因咧固守诶吼，800个人吼，但是荷兰人用1400个人，而且是福尔摩沙诶居民哦，就是同款是平埔族啦吼，无定阁有迄个进前海防船诶人吼。敌方有22个人被阮诶盟友杀死，我方有3个满头人死亡，几个人受伤。有4000间厝和米仓以及栽种的槟榔和椰子树被毁坏吼。较早就400年前就种槟榔吼，咱应该知影啦吼，槟榔一直是拢台湾原住民咧食的物件吼。至少你即马看400年前就咧种吼。槟榔毋是近代现代的产物吼。是传统的食物啦吼。伫咧出征日记内底，安尼叙述就安尼写啦吼。迄寡出征的军队转来时，所以因阁有出征日记吼。即毋知即摆有留落来无？老酒的士兵列队欢迎，面穿衫响。对热兰野城岛用大炮鸣炮5响，随后也对停泊伫即个港岛年的快艇鸣炮2-3响，算凯旋转来，真欢喜安尼，放枪放炮安尼。长官约翰vanderbilt阁下出征日记的抄写哦，所以下底是出征日记的款吼。伊对1637年10月25号。率领300个士兵的军队以及约1400个居民前往迄个伫咧北方的大庄华武人吼，一直到同年的11月1号，战胜华武人平安转来到台湾。即个应该是华武人啦，我希望我无记着，因为你即摆读遮侪遍吼，咱还是甲确定者吼。但是用汉字来写原住民的音吼，讲实在这是参考尔吼。我记得有迄个拼音写 Vavulon 款，甘有点写 long 华武龙。好，无咱就是读华武龙吼，战胜华武龙人吼，平安转来到台湾。为此，伫咧祭堂里举行祭典，感谢万能的上帝。吼，好，咱来看，这应该就是伊讲的出征日记啦，吼。好，咱来看吼，今仔日这是等于是记载因去拍华武龙吼，华武龙人吼。礼拜日10月25号，虽然长官阁下和台湾相关议会决议，将要伫本个月26号亲自率领荷兰军队出征华武龙，但因为天气良好，阁顺风，而且所有的准备拢已经就绪，就提前出征的时间。伫今仔日，上述长官就率领伊的军队率领伊的军队分成4队，每一队72个人，
坐68车3班，和老酒的朋友告别出航。4队哈，4队一队72个人，安尼偌济？那才300外人尔。3班船68车，一车3班坐5个人。哦，伊是对对出发的，应该是对荷兰亚社，荷兰亚社出航的对啦哈。因为顺风顺利前进，航行3点钟就到日就靠岸了吼。3点钟，台南甲虎尾，塞车嘛要足久的呢，塞车嘛可能要2点钟，我查者吼。有概念吼，我知。台南到虎尾，即马就算行高速公路吼，1点钟，台南到虎尾1点钟吼，高速公路1点钟吼，驶船3点钟，嘛感觉足紧的呢。你若高速公路你嘛1点钟是差不多算时速100好算。伊差不多1/3就是速度，差不多40，无到40啦吼。我讲时速啦吼。好，咱继续看。8月10月26，早起10点钟，船队趁着西风出航。为什么佫出航？因着3点钟就已经，昨昏3点钟就已经驶到靠岸吼。早起10点钟，船队趁着西风出航，来到一条小溪的溪口。这条是虎尾溪的款吼，看觅。有一个概念吼，就是迄当阵的海岸线，毋是即马海岸线，应该是拢佫较换山里吼。虎尾伫遐溪，毋知对一条溪吼，因为即只三四条细条溪。Google Maps 无写即个溪流的名，所以我毋知这是啥物溪。遮一条吼，马公厝大排，这是水沟，这旧虎尾溪，旧虎尾溪，这是旧虎尾溪遮，这是大排，这应该是，这应该毋是吼，我这条啥？有材料大排水沟，这有可能是后来人工野的吼，所以应该毋是。这条是啥？麦寮遮已经过虎尾啊，应该袂甲走到较北边去啊，才对啊吼。但是麦寮遮进前讲海丰嘛吼，海丰伫这条溪叫啥？新虎尾溪吼。哦，旧虎尾溪、新虎尾溪啊，叫做新当然应该是较后期的啦，所以应该是旧虎尾溪遮啦吼。好，讲即条溪水吼，
溪口啦。来到一条小溪的溪口，早起10点钟，军队趁着西风出航，来到一条小溪溪口。军队伫暗暝啊，伫遐有拄着牧师 Junius， 当军队伫咧听候海水涌起来时阵高潮啦用拉狗去拍拉，就伫咧等海水的时阵，佫用工人来拍拉掠5只活鹿，分互军队，互因真欢喜。这10月2日，10月27，透早阮驶入去迄条细条溪发现灵骨下面的水真浅，因为还未满个就是无大阴啦航行了一里路以后，三板就我袂记得进行讲靠浅，敢若是山羊有去查搁浅迄个讲法。这三板就停伫迄个诚侪沙洲的河床顶头所以阮就驶去靠岸用拉狗伫咧敌人的土地上来拍拉，掠53只鹿仔，全部分互军队，互因搁一摆食一种粗饱，搁剩落来真侪鹿仔骹鹿仔腿，留到第二天才食。就安尼，对早起10点钟到下晡4点钟，你听候海水淹迄当阵才又搁上船阴暗三板对迄个沙洲拖行有差不多一里路，所以我即嘛知头前讲因坐63只三板，我咧想讲做种细只船要创啥？原来因就是要坐三板要搁入去啦，要去湖尾遐。你袂使想大船嘛，大船迄塑料溪行袂入去嘛。台湾的溪浅的有诶是甲骹头有尔拜三10月28，越过迄个沙洲了后，船队又搁驶入去清水地带，伫咧来到本港溪口。本港溪应该就是北港溪啦。驶入去清水地带，就是经过沙洲了后，水搁变深去迄也叫做本港溪。我看觅本港是北港啊。这只地理砖头的名，大家可能毋知就较湖尾，等北港伫斗六湖尾土库，北港伫倒位啊？北港伫咧搁较南边啦元中的南边是北港元中北边是包中东边是土库，再搁东边是湖尾安尼所以伊毋是对旧湖尾溪，伊是对北港溪口。这条是毋是北港溪？应该就是北港溪。对，北港溪。我即马地图会看会到这条溪是北港溪北港溪弯弯起去，一直到顶头，会到迄个北港，迄古早时代叫做本港北港溪口离东石港无讲介远东石乡。东石是你若定咧听气象报告，拢会讲这个东石这个港所以应该拢听过。东石搁南边就布袋嘉义县的啦所以对遮北港溪甲北港咱搁继续看。
到本港溪口，伫遐，互军队拢面半个啦吼，应该是迄个容量的单位吼。半个，但是半个是台语是安怎讲？我查一下概念吼。概念点无收迄个最容量的单位。所以我毋知这要安怎读吼。即讲伫咧本港溪口，互军队拢啉半个吼，半迄个个即个单位的水，借以来减少遭受迄个大虻的感染，啉水会当避免感染，避免即个大虻的感染吼，毋知啥物意思。虽然讲海水要退流吼，但是阮还是伫咧中昼的时阵，抵达和迄寡盟友约定要会师的所在，是一座小森林，一座小树林啦吼。伫遐登陆，伫遐起山，听候新港、目加流园、小龙、麻豆和自罗山的居民无海风啦吼。为着要提早执行阮的计划吼，牧师 Junius 派遣2个麻豆的头领去上述迄寡居民遐，命令因着爱尽量较紧来和阮会合，因为阮已经准备好要来咯吼。同时间来观察即座小树林，发现讲即座树林的自然形势，毋免讲真麻烦，就会当来防守，免烦恼任何的敌人。为着即个目的，所以命令将10只舢板拖上岸来，并且为着要固守所需要的即个范围吼，偌细即个辖区拢甲手仔扑落边吼，并且决定讲要派遣船长 Martin Gerrit Vries 留踮咧即个所在来防守阮的船只，以便讲阮转来的时阵会当搁确保讲即寡船只搁伫遐吼，会当因伫遐采4门小炮，互因伫咧遐会当好好啊来固守，并且派4个炮手和6个水手以及13个士兵，总共23个人，互伊指挥吼。这是固守因即个基地嘛，基地伫遮吼，而且伫遮留几个先仔人伫遮，迄寡盟友和军队的马也拢对陆路来抵达遮啦吼，就是盟友啦吼，友军啦，搁马吼，拢已经来啊吼。全军即嘛已经会合10个礼拜吼，来进行准备，将要伫明仔载以奥良爷的名义出发。奥良爷啦吼，因可能是奥良爷吼，但是毋知这是啥物件吼。好，咱看第2天，拜4 10月29，透早开始对陆路花布朗前进，就是好无。所有迄寡居民拢伫咧头前和两边立行军，就是因的台湾原住民啦吼，一寡平埔族的荷兰的盟军吼，用行用来探查地势，并且指示阮必须爱行的路。随后就是阮的前方部队，由队长 John Jurens 指挥，
搁再来就是阮的第一批剑道部队，由准中尉佩德尔指挥，因当中有几只载运、河禽、河妖和猿等等作战军号的马，当中有马。第三队也是剑道部队，由中尉 Warraven de Rivera 指挥。第四队是后卫部队，由中尉 Peter Carriers 指挥。等下咱会当看一寡人的介绍啦吼。牧师 Juniors 骑马和迄寡居民同行，下晡约3点吼，行到花舞龙溪，应该是花舞溪啊，看起来就是第四个注脚吼，花舞龙溪注脚就是旧花舞溪吼，无毋对吼，所以因是对北港溪坐三板船吼，坐三板入去到北港，再搁换用行的吼，行到北行嘛吼，行到花舞溪，地图遮看会到吼，北港旧花舞溪伤细条，地图看袂出来。花舞伫遮啦吼，好，继续。讲因牧师 Juniors 和迄寡居民同行，下晡3点的时阵行到花舞龙溪，距离早起离开迄座树林约差不多5海里。停落来休困食饭以后，军队继续行军2点钟，来到一个两边拢有清水的真悬的报岸吼，石报啦吼，伫遮扎营，所以下晡3点到花舞溪嘛吼，到花舞龙溪，行军搁2点钟就已经到5点啦。即嘛是10个5点，就是已经天就应该下吼，过来就真紧就天就暗吼，所以伫遮扎营。伫黎明的是伫早起的吼，透早的时阵，可尊敬的牧师 Juniors 士兵讲道，祈求上帝互阮好的结果。长官阁下也士兵极力爱竭尽因的责任。每一个人拢答应的照办以后，就搁继续前进。安尼，阮就对拜510月30号透早到10点钟，行了约有1.25迈吼，毋是1.25海里啦，我嘛毋知影用海里来算。来到花舞龙附近，看见有一个花舞龙人对一个小树林啊、小山坡行落来。当阮的居民发觉迄个人以后，就真紧就掠去吼。但是看到伫迄个小山坡边仔有一块平地，有约800个人的武力，咱拄则有读到吼，讲因1400个人拍这800个人吼，所以又搁回头转来，阮报告这项代志。安尼，阮的军队就以16个一排吼，列好阵势，并且鼓励因的勇气。但是当阮只敢敌人发射2发枪弹、2发枪子，因就逃走转去因的庄头了吼。为阮指出迄条路，因走转去迄路，算干岔路就对啦。同时，因固守优势所在，伫一条小溪对岸，极力要制止阮吼。迄
迄时有12个花舞龙人徛起来射箭。当阮的居民要退转去阮一组有12个士兵的所在的时阵，去射着一个麻豆人的金架头，所以吴方就去射因一个上头前的武士。阮的一个麻豆人赶去甲迄个人的头壳甲摕落来，甲留落来吼。无可怀疑吼，因还阁有较侪人会受伤，无拄着偌侪抵抗，阮就来到即个庄头咯吼，即个花舞龙庄头。阮的盟友和队长 John Julians 指挥的前方部队攻入去该庄头。阮和另外2个部队继续把守着该庄头的入口，一方面要援助攻入去的人，一方面要甲敌人查断吼。一直到迄个庄头里的队长弄古发出信号，才率领所剩的军队列阵入去该庄头。伫即个期间，沿着迄个第2把斩除8粒花舞龙人的头壳吼，伫迄个村庄里无遭有偌侪抵抗，只是误而不幸，就是有时仔不幸去互秘伫咧背后的迄几个花舞龙的武士用箭射着。就安尼，当阮的军队安顿了该庄头的一部分的时阵，接到报告讲，伫阮所在的邻军北边，还有另外3个和此地同款的街仔吼，街路啦吼。伫遐，队长 John Julians 已经命令一批士兵去巡视，去对伊风头放火。就安尼收到了效果，伫迄个庄头有2200间厝，哇，真大一个庄呢，2200间厝。你若一户算4个就好了吼，就是8000外人吼，2200间厝，所以好尾伫400年前就遮闹热了吼。伫迄个庄头有2200间厝吼，因有满的猪仔甲番麦，这树应该毋是番麦啦，树我毋知是啥物件吼，拢甲因放火烧掉。花舞龙是一个真大真富裕的村庄吼，哇，真正是吼，和麻豆变大。听讲约有3500个居民吼，因有所以2200间厝，3500个居民，一个人平均一间厝就住一个人尔。因有800个武士投入去即场战斗，因敢若有伫咧对抗阮的时阵有死伤过。但是伫咧逃亡的时阵，就差不多拢无人受伤，无人死亡。花舞龙人的身悬比迄寡服从伫咧公司权势之下的居民阁悬一粒头，所以花舞龙人食汉草遮尔好吼。哇，我所知影即个关系到台湾平埔族的即个身悬的迄个记录，拢讲因汉草足好足好吼，身足高强，足悬的就对了。讲比迄当阵的荷兰人搁较悬吼，当然迄当阵荷兰人可能无讲介入吼。OK， 即寡花舞龙人又搁比迄当阵的迄个麻豆人啥吼，比因搁较悬一粒头，而且是有名的武士吼，出名的武士，为着阮属下的居民亲所畏惧，就是因为安尼，所以阮所管辖之下即寡平埔人其实足惊因的吼，
因此，阮深信，若是即寡花舞龙人敢若遭遇着阮属下居民的攻击，虽然我方迄寡居民人数和因共款，也一定会互因拍甲落荒逃亡拍甲走甲喷经去因为这身材差太多汗臭差太多但是因为听到讲当中有荷兰军队伫上帝帮助之下，才战胜即寡骄傲的民族，为阮的居民拍败凶残的敌人。无可怀疑阮嘛希望即场败战会当逼因互因感觉讲近期来阮求和有即个必要就安尼，对上午11点钟到下晡4点钟，这拢是10:30啦这是记10:29，但是已经10:29已经记到10:30去无毋对，因为下底是10:31啦所以这是10:30，对早起11点钟到下晡4点钟，无用你放火破坏所以荷兰人伫个原来糟蹋台湾人原来真忝对早起11点放火放甲破坏到下晡4点然后才有地序来离开即个已经破坏了花舞龙的砖头。讲起来真悲哀真互人真悲伤，即个算足繁华的即个砖头命令迄寡居民先离开，搁刷下来是 Peter Carres 的部队，即其中一个因分做4队嘛，其中一队。即支部队来的时阵是担任后卫部队，即嘛改任先锋部队，然后是迄2队作战部队，命令以前担任先锋的队长 John Julius 的部队现在担任后卫部队。就安尼安排的理由是讲，因为阮有接报讲敌人又搁集结起来，要来攻击后面的部队。因为即个持续的威胁，所以军队袂当顺利前进。当夜迄暝30号即暝，伫个距离该村庄几海里的所在阵营，无搁听到敌人的动静。伫个攻击花舞龙砖头的时阵，荷兰人叫做 Thomas Peder 伫个第2条街被暗箭所伤射到伊的腹肚。阮希望伊偌久就会当恢复健康。喇叭手的骹嘛受伤，喇叭手在分喇叭但是无严重。上严重的是下士 Alexander Perk 伫个发射步枪的时阵，引线爆炸，炸断了伊家己的倒手。有做兵这个膛炸啦这毋是因为敌人而受伤，是因为家己的意外来发生的愿上帝怜悯。伫阮的居民当中有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相对呢，5方的人处置了22粒敌人的头壳，此外还佫有受伤甲死亡而无互5方的人摕到头壳的佫较侪，佫有一寡无算着因为因真紧就去互敌人带走、摕走安尼的人，阮咧摇嘛是应该是差不多20几个啦的人数，就是无算死，但是算袂到即寡可能嘛是差20几个。因此无可怀疑，即场处罚花舞龙人一定会记牢真久啦也会当作为其他人的警惕所以花舞龙人用800个人，差不多40-50个人去可能无到50啦加50万。阮所率领这4队荷兰军队伫个上述迄个报汉阵营，派哨兵好好警戒，
暗暝11点钟的时阵，有一个新港人来到营队头前，就互伊入来。伊讲，当要离开花舞龙的时阵，被一只箭所射着伤，记到被遗留伫该村庄内底。当伊甲箭对身躯顶飞落来的时阵，拄啊，互迄寡花舞龙人拢转来到即个庄头，为着无要互因认出伊来，电话无电。10点18分，等下我根本无电，充电一下。好，咱继续看啊。讲即个新港人啊吼，因为受伤所以留伫迄个庄头嘛吼。结果迄寡花舞龙人佫转来吼，转来到庄头，为着无爱互因来认出即个新港人吼，为着无想要互因认出来吼，所以伊将盾甲矛拢弹去甲。因为花舞龙人只敢若用弓甲箭吼，因无用用盾甲矛吼，并且甲伊所抢来作为战利品的花舞龙人的衫摕来穿起来吼，所以透难伫迄寡花舞龙人当中，佫再转去迄个庄头。即个新港人讲，迄时伊听到查甫含囡仔发出真大的哀嚎和悲惨的哭声吼，因为看到因的厝、看到因的猪啊、因的大马甲其他物件拢向烧做腐去啊吼，当然足伤心的嘛，哭甲安尼。其实你嘛想会到，咱嘛是哭甲吼，感觉想到即情形，我就对因感觉足艰苦。对敌人即个表现，就已经充分知影讲因遭受着真大损失。对即个整个的经过，会当想象即个新港人伫敌人当中表现了偌尔啊镇静，一直到伊看到有机会逃脱，才断路离逃吼。所以你看，因人做到会当讲一个人其实是大家毋捌的人，无人发现讲即个人毋是咱绝对人对吼。来到阮的驻军的所在，阮就讲即个新港人啊，逃走来到阮的驻军的所在，阮就甲伊先甲包起来，甲伊的伤料理吼，佮带伊去新港人的营区。当阮伫咧暗暝伫即个原地咧扎营的时阵，新仔人翻译员对网港来阮遮，为阮带来一寡新鲜的鱼、面包，甲2只烘好的鸡，是被留伫咧阮囥船的迄座奥良爷树林的船长所派遣上来吼，船长叫做 Martin Garrett Bruce。然后以上是10月30的日记。过来，拜六10月31号早起透早，军队出发前往迄座树林奥良爷树林吼。迄一天共一天就到啊吼，甲迄寡山板放入去水里，对满岛、小龙、朱罗山和马加利湾来的朋友，就伫遐闹交讲新港人吼，拢伫遮大家互相相视。迄寡马也对陆路转去，互咱军队坐船经由网港转去台湾，所以趁着海水退流，驶出本港溪，并且趁着满哥的大潮吼大阴，伫咧半暝航越和本港溪接连的一条小溪离迄寡沙洲地带吼。咱讲因一段是足浅的吼，沙洲的所在吼，趁着即马当咧海水大阴的时阵，水较深嘛吼，就驶过去。对遐阮驶入去网港的
旷快来源，当迄一暝驶过该来源，一直到礼拜日，就是伫过两天11月1号，透早来到芒港头前，对遐阮航王海上，芒港会记诶，敢若东石遐吼，阮航王海上就出海去吼，以便来趁着北方加紧速度，一直到经过了芒港南边迄寡沙洲，阮又搁出来驶入去内海，对遐趁着好天，继续航往台湾。伫下晡差不多3点的时，全部军队拢到台湾登陆，为着要互是哪人知影讲，阮已经战胜转来，以及其他的考虑啦吼。老酒的朋友拢用大炮、鸣炮5响、步枪、鸣枪3响，欢迎阮转来。好，拜11月2号 ，Gerardus Livius 是啥物人？哦，这是讲1625年伫 Woburn 做牧师，1636年做 Middleburg 号去巴达维亚，1637年来台湾，1639年伫台湾过身吼。1639年台湾过身，即嘛是1637嘛吼，所以即个人拄则来台湾尔吼，应该来无偌久吼。讲好拜11月2号日期一开始就写讲即个人 Gerardus Livius 吼，即个应该是牧师啦吼。为了出征的时阵的好天和战争的胜利，宣讲了得到的感谢的话吼，所以是牧师嘛吼，做得讲。即嘛已经为着迄寡迷茫的人拍开通往救主的大门，而且从今以后也会当互公司得到更较侪落魄的好处。先搁占即条对啊嘛吼。对，伫在此结束上述长官将约翰·万德伯阁下所写的出征华府拢日记，开始继续写台湾日记。所以以上是迄个万德伯阁下所写的吼。11月1号，还佫有一支洋客船队福州来到台湾，运来320桶油，佫380篮和320个大的飞鸭罐吼。再有60个人，包括商人和船员。10点25分，好，咱甲即个拍华武龙人吼，去拍虎尾，咱台湾原住民虎尾人的即个经过拢读了吼。心内里的感觉足感慨吼。11月2号，有一只商船航回厦门，载有36个人，只敢若载有地床卵。11月3号，也有一只洋客船航回遐，毋知遐是讲倒位，载有同款的人数，载运回400担红色的大香木。11月初8，咱讲5天吼。无重要的事，伫即个期间，只有甲糖和灰仔装起要派往巴达维亚的洋客船 Gold Hope 号，和迄只新买的洋客船，以及因前离无去日本的迄寡船只。11月初9，有一只洋客船载着无啥物价值的一寡咸鱼出航前拢溺死。11月12。拢无是哪人的洋客船或者是其他船只出入，此地嘛无啥物重要的代志。好，咱读到遮啦吼，11月12啦。我看一下啊，日记有啥物讲好讲。爸比，你安怎会做即种梦？我相信足侪人有做即种梦，迄个敢若我伫梦中捌看见，即种大概是足侪人拢捌有即种经验，但是足确确实实的吼，即种的，拄则像我拄则讲迄种足确确实实的知影讲，这是我伫梦中有听过
原原本本的话，伫现实的这个生活中，甲你讲出来，安尼同款的情景，迄情景是一模一样哦。我实在是真啊，我想到就规个畅快无比。所以爸比有机会来和你开讲，看你搁要忘记啥，明日开始帮来讲这代志啊。我甲阮阿姊拢有这个能力，不过阮拢碰着足无聊的代志，我都有碰着讲，这个茶啊，等下阮阿哥会足欢喜的。阮阿姊嘛有碰着未来的人，就是讲，伊有一个同事是做先生的，伊会教这个会去拍球吼，或者就是迄个先生平常时会做的代志，伊就讲这可能是干那做到。过几冬迄有影看着，伊讲足无聊，无像讲这个放假迄我有变，伊拢是放着太要紧的代志。我咧讲，即种就算讲无啥物要紧的代志吼，其实就是一种提醒，就是讲提醒你讲人有即个能力，而且足奇怪就是明明都还未发生，为虾米你伫咧梦中会遮尔具体，遮尔就那敢若真呢？你所看到一切拢敢若就是已经发生了嘛，这是足奇怪的代志吼。所以咱人吼对时间、空间的这种观念，其实佫足侪奥秘伫内底，咱无法度通理解吼。所以因为安尼无法度通理解，人佫较谦虚吼，爱佫谦卑，莫讲啊足铁气安尼种动你拢捌吼。好，咱继续来看笔记吼。好古时代花舞人。花舞人吼，伊嘛是安尼写吼。我尽量咧读做花舞人吼。主要活动是伫咧台湾中西部平原婚姻关合的境内的新旧河尾溪中间，以及彰化等区域吼。所以毋是干那河尾尔啦吼，意思是迄到位啊吼。因的语言通行伫即嘛大肚溪以南、北港溪以北的广大的平原地区。荷兰人的档案有记载吼，伊嘛有个侪种无共的拼写方式，就是即个华语人的写法吼。法瓦人吼，法沃罗人、法沃拉等安尼吼等等吼。其中文译名也有华武人、惠虎龙、虎尾人等等无共的称呼吼。三年你即个。我毋知这是啥吼，即个网恋啦吼，我毋知这啥。就是我讲迄个迄个搁浅吼，我袂记诶，讲跨沙啦，跨搭吼，跨沙跨搭，各位再帮我记啊，后尾甲提醒一下，我真正记伫歹吼，跨沙跨搭吼。古河尾溪吼，雅称就是湖溪吼，是台湾中部的一条河川，长是33公里，集水面积553平方公里，伫咧新河尾溪和北港溪中间吼。只敢若少数人才知影讲，以河尾为名的溪流有3条，分别是新河尾溪、旧河尾溪以及河尾溪，就是北港溪吼，北港溪。北港镇旧称是本港，拢真感谢这龙山里写的笔记吼。伫咧台湾婚姻关西南方，东边是原长乡吼，北边是四湖吼，西边是水林乡，我毋捌听过这个乡。东南隔北港溪和嘉义六卡新港乡来隔壁吼。县长吼，歹势我读毋着天勇兄，感谢你吼。我在对人读做院长，歹势是院长吼，院长。我毋是在对啦吼，我毋知影在对人倒来读。但是即个乡镇我较早，因为我做兵，我讲我伫台湾人嘛，是我较早我咧服侍迄个长官，就是即个所在的人吼，院长。我当然迄当阵戆啦，无可能去问伊讲啊，恁在对安怎讲即个病吼？院长，好，大家学起来哈，院长。好，另外天雄兄有写讲，清朝
大清乾隆6年，西元174年渡台，有一个就是长山过台湾吼，有一个将名叫做鲍元将吼，是领导族人垦地开，这个区是我袂晓读吼。筹建茅舍，乃以元将称呼本地吼，就是因为即个开垦的人叫做鲍元将吼，所以即个所在叫做，伊即个将是迄个酋长迄个将吼，酋长的将吼，鲍元将。好，啊，即个芒港进前田乡兄拢甲咱讲，就是好米粒啦，我这名拢一直袂记吼，好米粒吼，较早称作芒港，或者是好尾寮吼。好美好美好米吼，好尾寮是伫咧布袋镇西南以北江溪和台南市毗邻吼。好，这是芒港吼，芒港元将吼，啊个好好，今仔日咱捌即寡所在吼，台湾中部，遐算中部啦吼，这婚姻观啦，超过4分钟啊吼。有机会再来介绍即到位啊吼，好，好恁问袂要紧。就是内山，因为我看有个人讲内山是青山，毋过嘛有若查资料就讲内山是青山嘛来，做叶片，做青山，知影内山是。内山是前山是青山，我嘛毋知呢。内山绝对毋是伫咧山外面，是伫咧山内底。啊，但是内底这就歹讲啊吼。内山住伫咧，讲咱住伫内山，到底是外内毋知啊，是外。我相信应该是前。嘿，我相信吼，你若今仔以台湾诶即个平埔，或者是汉人的即个角度来讲，内山其实就是前山。为虾米？因为即深山迄所在根本你都无法度入去嘛。就是讲，伊离你的生活太远诶啦，你无可能会当到你个深山入去。迄拢是较早山地原住民，迄其实拢会出草诶吼，迄就是甲日本时代早，互日本人拍甲希勒的，无其实一直到大清诶时阵，根本就一般汉族都毋敢入去诶，迄个叫出草诶吼。所以无可能讲内山是较外内面，这是我家己个人的讲想法。当然，我想法就是用当时脑筋是读较小转小者，就大约推算会出来。就是以咱的生活的惯势，内山不过就是较浅山的所在。迄个汉人，其实汉人嘛足罕的，有啦，客人会伫遐啦。一般讲好落嘛，足罕的伫咧山内底日头潭拢是，迄拢是一般拢客人啦。阮新竹来讲，新埔关西，迄拢算，迄当然还佫无算山啦吼，讲实在还佫无算山。啊，但是你绝对讲就是内山嘛，你佫入去就是五峰、尖石，迄拢是泰雅族泰雅大诶所在啊。伊较早日本时代之前，汉人哪会敢入去？惊死！好啦，这是我诶讲法啦，我毋知吼，是毋是事实是安尼？恁若早就再甲人分享。多谢。其实迄早原住民出草，就是讲，一个人伊是出草诶尔，毋过荷兰人跑起来是甲人迄人诶砖仔头，你今仔看即个记载吼，今仔即篇对啊，你看一下。啊，讲起来这是真心来讲起来真艰苦。台湾即个宝岛吼，住一镇，讲实在是无开化诶人啊，但是互相也无咧交叉诶啊，无互不侵犯啊，大家个人生活个人诶安尼，一直到荷兰人来。
才发生即种代志。好，咱以后会搁看到足侪啦吼，即种代志，荷兰人应该是若拍甲好无，应该搁捌去吼。好，安尼咱读到遮吼，感谢各位今仔日读到一段心内，我是感觉我心内感觉读啊真稀微的一段记载。好，10:38超过8分钟啊吼。拄则想啥物代志要讲，我袂记。明仔载休困吼，明仔载开始我休到即礼拜嘛是相款吼，礼拜日嘛无开讲吼，休到后礼拜后礼拜三我才转来，所以礼拜三就是拜三暗，我平常时是有开啦，但是我迄天转来无定用就晚，就卖吼。所以拜四我会开，拜四就是逐个拜五早起吼，所以后礼拜拜五早起，咱逐个再会，咱搁来继续来读荷兰人的故事吼，荷兰人伫台湾的故事啦。好，安尼感谢各位，感谢大家，咱来开饭吼。